們不希望它變成一個非常官僚的一個氣息的建築物，希望它融入到這個環境裡面，它也就像一個轉角的咖啡廳一樣，可以讓市民可以來這裡洽公是非常舒服的。整個的一個設計是朝綠建築那個迎擊的方向來進行我們屋頂除了太陽能板以外，我們也是3合1的隔熱，因為我們南部的地震多，所以我們當時就沒有採用面磚這樣子的，會容易掉下來損壞傷害到居民的一個材料，反而是用耐候性的塗料，這具有隔熱，也具有清潔制潔的效果。那另外整個的一个外觀造型，包括整個轉角這個區政大樓它是一個水與綠，它是一個波浪在進行的。到晚上的時候，有一個公共藝術的一個燈光秀，它跟花園夜市剛好可以呼應，有5種不同的一個表情會出現。各個公所的行政大樓就是我們地方建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也是我們所有的一般的市民他的一個洽公的一個重要據點，包括民政、戶政這個新的行政大樓，還有包括托嬰中心，這個完全是符合我們對未來的一個規劃。那大家也知道，一旦發生地震、風災的時候，其實我們的公所就兼具了一個指揮應變，還有避難安置，還有救災救護的一個任務。所以區公所是我們地方上非常重要的一個災防指揮中心，以及救災的一個堡壘。以最實質的行動蓋一個新的區公所，其實未來的路會更長也更遠，打造出一個安全然後具現代化的一個基礎設施，可以提供的服務功能會更完善。那未來的服務呢？比以前更加的一個便利，停車變得方便。那還有所謂的一站式服務，你要申請戶籍謄本、地籍謄本都可以一次到位。在2樓更設有我們的親子閱讀區，來讓洽公的家長們給孩子也有一個可以閱讀的一個好地方。停車場上蓋好。第2就是講，咱有托嬰中心。第3就是講，民眾要辦的空間有夠大。以前就是第1點要停車嘛無方便，即馬搬來這，無論倒一項啦會使講，大家都非常的方便啦。掌握市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接場。北區區政大樓總共要花3億6千萬，那其中中央補助9千萬，地方要自籌2億6千多萬，所以說可以說，第一個花費不少，第二個大多數是地方的錢，第三個事實上對於北區新的處所這個地方有非常大的幫忙。因此呢，提供政府的服務品質跟效能，提供更多的活動的空間，滿足戶政、地政跟區政的一站式服務，可以讓民眾的洽公更方便，減少舟車勞頓。因此呢，我們非常歡迎各位好朋友能夠來北區新的區政大樓走走逛逛看看，來接受奉茶，那也能夠來這邊洽公，一定能夠讓市民朋友們更開心，感受到政府滿滿的服務誠意。大家好，我是楊淑懷，歡迎收看5月18禮拜1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知名大賣場好市多將進駐台南東區副都心，成為台南上有指標性的發展計劃之一，引起高度關心。不過，面對江邊交通的衝擊，信者傳聞因為地方反大勢加油站，質疑已經簽約的建設敢會產生變數。議員王嘉珍佇總質詢相當關心，市長表示將對反對意見會持續溝通，期待創造地方發展以及江邊業者的多贏局面。議員王嘉珍佇總質詢持續檢討台南市運動藝文休閒園區，包括小巨蛋的建設。其中東區的好消息就是台南好市多2店確定進駐南台南副都心。不過因為業者打造南部第1間好市多加油站的經營，卻引起周邊加油站甲原商家業者的反彈，四國有稅。對此，議員王嘉珍先徛佇改善周邊交通等要求強硬，千萬唔通因為加油站和歡迎地方的建設有了變數。我們東區這一塊副都心的土地目前確定
至少目前是確定的。未來怎麼樣我也不清楚，市長講了，搞不好好事多不爽就不來了。至少目前好事多要來了，對吧？是。我们請做交通規劃的時候，慎重考慮如何讓鄉親們進出平安，不會造成整體交通的混亂擁塞，以及對環境的傷害。交通局，跟你說吧，這個案子基地本身它需要送交通衝擊評估，那它已經送進來，目前正在審議當中。那至於周邊道路的聯繫方面，我們當然交通中心的號誌或者是未來道路的闢建，我們會再跟公務局來做相關的合作。在重劃區內設立了大賣場哈，我們當然是希望大家創造多贏，一方面民眾購物有一個好的地方購物，比較舒適的環境購物；第二個對地方的交通不要產生衝擊。哦，那就是說。交通也好，民眾也的購物舒適性也好，我們希望營造多贏。第三個，周邊的加油站業者，我相信也希望說，周邊的生意都很好啊，大家能創造多贏。那至於如何達到，我們都尊重。另外，在這順帶擺幕各種台南生產優質的農產水果，包括洋蘋果、紅蓮果、麻仔等等，相當豐富。會中議員要表達的是，宜蘭辦綠色博覽會，以今年為例，已經砸來7.7億的商機。不過，以咱的條件，相當感慨，敢講未當爭取。對此，市長會中已經答應找地，嘛講出以農業綠色博覽會作為目標，朝向永續經營。台南新聞軍籍林英庚採訪報道。今年台南的山野因為氣候影響，整體產量增加，有到7月份採收將增加3成以上。也毋過文旦部分受舊年風颱，加上今年春季乾旱衝擊，目前柚仔園的開花率無到3成。面對山野大出，文旦減產，議員高通良佇總質詢向市府請命，呼籲文旦愛趕緊啟動補助，山野愛拼外銷來提早營業。議員吳通良的總質詢針對麻豆文旦，因為舊年風災甲今年春季的嚴重大旱，已經連2季開花狀況無好，目前開花率無到3成，已經衝擊中秋的產量，所以積極要求農政單位盡速啟動補助。不過文旦減產，山野的產量則是明顯增加。如果7月大出將增加3成以上，對此議員嘛建請市長拼外銷，針對冷鏈物流等問題提早應驗。即馬這就是今年的山野啦。對。那今年的山野可能就愛，互市長較無用的，那像反應還算不錯啦吼。大部分啦。這個早回啊，山野開的吼。這生料無夠，嘛是農民嘛受苦。生料上濟，農民好誒嘛有好誒，嘛有歹誒啦。哦，生料上濟嘛艱苦啦。啊，生料無像舊年誒迄個或者結果誒比率無濟，嘛受苦啦。是大出嘛受苦，啊無受風颱影響。這兩邊一邊就較好，一邊就較無遐好啊！你看無？吼，這邊誒就較無遐好，山野好，無全面好啦。話嘛無好啦，你知影無？哦，這相對的共款啦。所以我咧講吼，希望講哦，如果啊再好誒吼，我們市場就有機會，你再幫農民推銷一下，因為你頭路所有的縣市長，你算上厲害啦，推銷農產品你算上厲害，啊嘛上骨啊上勤啊，這眾所周知的啦。另外，針對高齡長輩換照的新制，對5月1號開始實施。不過，議員表示，真濟偏鄉的長輩對着駕照要安怎換照的條件如何，並不清楚，所以要求市府交通局配合中央公路局的規劃，主動到偏鄉直接辦理換照來提供便民服務。台南新聞軍籍林英庚採訪報道。永康區是全市人口上濟的行政區，也毋過線長期面臨公園綠地嚴重不足的問題。議員黃兆輝佇總質詢要求市府透過公辦市地中劃、都市計劃變更等方式來爭取，同時針對大型的特色公園，以永康創意設計園區為例，建請市府運用大樹的景觀，營造成迷霧森林。
永康是全市人口上濟行政區，不過卻長期面臨公園綠地嚴重不足。對此議員黃振輝在總日巡來要求市府透過公辦市地中劃、都市計劃通盤檢討等方式來加速處理。另外，針對現有的大型公園規劃，議員以炮校創意設計園區例舉為例，嘛要求市府運用大樹的景觀，將特色公園正式水務、加地證據交換意見。是在比較都會區啦，哈，就是大樓，就是人行道上面哦，也會有啊，像是在某個這個，就在台北市啦，哈，它也是做一個有那種水務的設計。那我們有稍微問過一下局內了哦，還有不管地政局跟公務局啦，就說這個好像經費會蠻高的，對不對？是嗎？跟議員報告，就是說這個如果是在我們重劃或是在我們這個炮校2期開發的工程的裡面來施工的話，就不會增加市庫的負擔。但是這個水務的話，就是說也牽涉到它既有的條件哈，就是說因為它大樹成蔭嘛哈，那所以這個管線要如何布設，那以及呢未來就接管單位，比如說公務局或區公所這邊，他們會不會有什麼意見哈？這個我們府內再來溝通。不過議員剛剛這個想法。我感覺有點像水務，如果在炮校裡面做的話啦，哈，因為它大樹非常的多，有點像水務森林的感覺。對啊，其實它是一個也不是賣點吶，就是說這個可以吸引更多的民众去利用。雖然永康欠缺公園綠地，不過隨着永康炮校遷徙釋出的大片土地，希望打造成後一個台南公園，以及如何運用鹹水溪高灘地，還是善用北外環橋開空間等等，都成為改善的關鍵。會中市長吳惠婷嘛答應努力做好市地中劃來量早落實。台南新聞軍籍林英根採訪報道。台南市政府性別平等辦公室在新華木地店舉辦國際賣果共同日活動，邀請人生舞台變裝方式頂擺擺現場分享，並呼籲尊重甲理解多元性別。由台南市政府性別平等辦公室、新華區公所、甲着社團法人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共同舉辦的國際不再恐同日，17號選佇新華武德殿的廣場來舉行，以着人生舞台為主軸，邀請着變裝皇後鄧擺擺，甲着現場的參與民眾互動，希望翻轉性別的刻板印象，對無同的角度。重新認識對性別的意義。有人講，你是泰國來，我們也是可以切換，我們是 very international，我們是 international，那是國際界，國際對不對？台灣是，所以呢，不是是越南，對，那是台灣的台南 ，made in 台南。好，那我們呢，其實對於就這個東西。這個議題哦，咱各位中輩時代可能較無了解小可，也毋過呢，咱這位就是那個變裝皇後，其實呢，伊是種努力佇咱這個人生的轉變當中哦，一路行來，其實有辛酸，也有血淚。一開始我相信，大家人攏會驚，不管本身是同志，還是你的處理是誰是同志，大家攏會驚，因為攏會煩惱，為什麼阮囝甲別人無共款？我家己為什麼甲別人無共款？所以呢，我即馬要帶來一段表演，就是唔驚唔驚，不怕不怕。現場出席的包括台南市副秘書長徐建林、新華區長李義龍，以及多位的民意代表助理嘛攏到場表達支持。在各界貴賓的見證下，響應尊重多元的性別。今天很高興來參加這個國際不再恐同日。那這個活動呢，其實是象徵我們市府在性平辦在推動性平的工作裡面，那個推廣越來越多的人能夠尊重差異，欣賞多元的這樣子的理念。那也希望這樣子的理念能夠推行下去。你活動高調，閣是邀請變裝皇後鄧擺擺到場。在個華麗服裝為開幕式增添被看見包容，甲着強大力量的勇氣。透過變裝的藝術、音樂的表演，甲着生命經驗的分享，讓觀眾在個歡樂的感動中，看見多元，並且理解多元的性別，甲着尊重。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在這。
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六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為了讓囡仔減少使用3C 產品的時間，培養健康正向的運動習慣，台南市南區校長、家長會長協進會在南區新光國小棒球場舉辦第1屆樂樂棒球交流賽，吸引多間國小組隊參加。在啦啦隊熱情活力開場表演後，第1屆樂樂棒球交流賽正式甲貴序幕。舉手手舉起來，舉起手來。活動秉持着親子同樂以行動支持教育理念，希望透過運動增進親子互動，也讓囡仔在團隊合作當中培養自信和責任感。在歷史上蔡勝雄積極奔走和號召之下，成功整合地方各界資源，促成這場別具意義的體育盛會，包含立新、龍崗、喜秋、永華、成功、志開甲新興國小等校總共8支隊伍參賽，小選手在球場上全力以赴，揮棒開跑，展現純正運動家精神。特別我要感謝我們所有的贊助的單位，贊助我們很多的運動飲料、我們的禮金、我們的禮品。好，那我最後不要再耽誤太多的時間，我勉勵我們這些小朋友，今天就是開心打球，享受當下。那謝謝大家，謝謝。南區校長、家長會長協進會表示，未來將會持續扮演着拋磚引玉的角色，號召更多企業甲善心人士投入兒童教育甲體育發展，為囡仔打造更加健康、更加快樂，而且充滿希望的成長環境。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老外也閣會當培養新的興趣。高齡97歲的素人畫家羅桑阿嬤，憑着天分甲熱情來作畫，更甲伊的後生嘛是藝術家曾英棟舉辦聯展，展出50多件畫作。高齡97歲了，仍在畫畫。素人畫家羅桑阿嬤在85歲這年拿起畫筆，開始創作之路。憑借着天分與熱情，無師自通，畫出一幅幅色彩溫暖、充滿生命力的作品。為了支持母親創作，家人甚至都會訂購國外稀有花材做靈感來源。我開始是攏畫花啦，開始了。那花那冷去吼，用早間就看要走去買，我個會甲挑講，就愛買較新的、無共的花，互我畫安尼啦。後來是即個大漢早間吼，伊有鬧去復習呢，底下咧聽經的人啦吼，就我講。媽媽，你畫一寡互相看賣安尼。羅桑阿嬤作品題材豐富，包括花卉、水果、盆栽或生活器物。常年茹素念佛的她，也經常臨摹佛像畫冊，將內心的平靜與信仰融入畫作之中。創作至今累積70多件作品，其中90%以上都被收藏。這回更與藝術家兒子曾英棟辦母子聯展，歲華如共，一口氣展出50多件作品。歡喜，但是也不要有壓力啦。所以，因為他畫的作品大部分都是靜物的花，那我想，那我這次準備的一些作品，它也是接近花啦、植物來跟它對應。其實做這些事情，其實不是要凸顯媽媽畫的多好，只是讓她高興啦。她高興，我們大家都高興。我已經是第3屆來看羅泉阿嬤伊的畫作，逐屆看到伊的畫作，感覺講，人若要保持少年，上解好的活動就是畫圖。曾英棟說，母親個性認真，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再進步，因此畫面色彩總是乾淨而夢幻。對於美，始終有着高度堅持。適逢母親節月份，展覽所得將捐給美善社會福利基金會，作為公益用途，期盼透過藝術傳遞善意與祝福。記者說懷台的報道。
台南精英酒店推出結合市價甲美價的跨界技術展，由陶家世家出身的藝術家林佩璇舉辦創作展，競找來曾經得到世界冠軍的做胖師傅，嘛是伊的翁婿吳子敬，以畫作的色水為靈感，研發限定的歐式麵包。深藍星空色彩搭配金箔流動閃耀，宛如宇宙星河般夢幻。出身陶藝世家的藝術家林佩璇，將陶瓷彩繪技法延伸到畫布，在台南精英酒店推出特展，透過色彩堆疊與金箔線條，呈現生命流轉及宇宙連結的想象。其中最受矚目的作品是這件知心。我人生第一幅跟我的12歲女兒吳小仙一起創作，那這一幅畫也是我們人生最大幅的，它是長達360公分乘以120公分。那我在把基底上基底之後，那它在上面加上了它自己的獨到見解的光芒，然後把整個星系串聯起來，賦予它新的生命力。母女透過創作對話，讓藝術展多了溫暖情感與傳承意義。這次展覽除了視覺藝術，也延伸到味覺體驗。曾經獲得世界冠軍麵包師殊榮的吳子敬，特別從妻子的畫作色彩中汲取靈感，以擅長的魯邦種自然發酵技術，研發覆盆子蝶豆花與覆盆子巧克力2款限定麵包。這次的麵包大概就是用比較法式傳統的高水量的洛代夫鄉村麵包下去做，那就是顏色用蝶豆花和覆盆子去做出粉紅色和藍色的效果，就把它模擬成像畫中的那個意境一樣。搭配佩璇畫作的顏色，那我透露個小秘密，其實以我所學，這2個顏色搭起來，它代表就是開始走動，也就是說行動。所以大家吃的時候，一邊也可以去想一下，就是說我吃的這個麵包，我就是有滿滿的執行力。夫妻檔從視覺到味覺的聯名創意，展現文化美學與餐飲融合的新形態，為台南觀光與藝文旅宿注入更多特色與話題性。記者邱懷談的報道。全國知名的所長茶滷卵，即馬正式拍入早頓市場，推出全新品牌 Lady Dough。頭一間門店就選佇咧台南新市來開設，主打健康的餐點，為消費者帶來全新的早頓形態。有着史上最龜毛茶葉蛋稱號的所長茶葉蛋，延續品牌對品質與風味的堅持，正式踏足早餐市場，成立 Lady Dough 這個全新品牌，並將熟悉的食材重新轉化。推出如豆乾漢堡、豆漿烤餅等創新餐點，兼顧美味與營養，也讓早餐市場有了更多元的選擇。所長茶葉蛋呢，跨足了另外一個新品牌，叫做 Lady Dough。而為什麼要叫做 Lady Dough 呢？是其實最主要是以豆製為主要。所長茶葉蛋呢，其實是在提供蛋白質，就原型植物的蛋白質，還有那個不管是動物性蛋白還是植物性蛋白，這次最主要是以植物性蛋白為主。我們有一個漢堡呢，漢堡一般都是澱粉，然後我們這次就把那個漢堡的漢堡皮用豆乾，用一塊大黑豆乾來取代到漢堡皮。然後第一呢，現在的人呢不希望吃得太高熱量，然後我們希望給予的是一個低熱量、高健康、高蛋白的攝取。其實這個是整個這家概念店最主要的創想開始。Lady Dough 餐點設計特別邀請型男主廚阿明師操刀，希望帶給消費者視覺與美味的雙重享受。我今天點的是手打丸肉烤餅，然後因為它這個是素肉，但是它口感吃起來完全不像素肉，我覺得很好吃。然後它的餅皮，我覺得口感很好。拿來當早餐可以，而且沒有負擔。豆乾還有生菜沙拉，然後還有一個烤餅。還有薯條，還蠻豐盛的。那你覺得這種組合當做早餐，你覺得口味怎麼樣？很好，就是对，就是很均衡。然後烤餅又是豆漿做的，所以覺得很好，很健康。這個餅皮裡面是用80%的豆漿去製作這個餅皮，所以它的麵粉含量很少，所以它比較容易碎。那我們也有把它做成那個脆餅。我們今天因為跟所長結合，所以我們裡面有用了馬鈴薯泥，然後再加上我們的紅玉烏龍的那個茶葉蛋，
然後再加上我們2種乳酪絲，所以素食的人也可以吃。然後我們就用我們的鍋子乾烙它，就不用什麼油，再油稍微擦一下就好了。然後我們乾烙了之後，我們再用那個朗姆酒在火焰炙燒它，讓它有點像是甜點的概念，可是我们搭配了我们的那個巴薩米克醋，那你吃起來就會很清爽，然後不會油膩，然後也很健康。開幕期間，店家特別推出4重好禮送活動，並推出期間限定優惠，吸引許多消費者親自上門體驗這健康美味的早餐新風格。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為持續推動台南市3級棒球發展，深化棒球教育定見甲城市運動文化連結，台南媒體壘球聯隊、台南市城市棒球隊甲府城長照下辦3級棒球花卉活動活動，邀請4間學校棒球隊參與，唔但捐贈棒球器材，也安排新棒球員甲小球員交流，希望培育出後一個棒球人才。小球員站上球場，開心與城棒球員互動。台南媒體壘球聯隊和台南市城市棒球隊共同舉辦3級棒球回饋活動，邀請立人國小、文園國小、公園國小以及明德國中共58位小球員參加。台南市長黃偉哲也親自出席，與府城長照執行長蔡雲成、台南市電子媒體記者協會理事長賴冠章一同進行開球儀式，現場氣氛熱鬧。除了致贈棒球器材外，15位城棒隊球員及教練團也分享訓練經驗，並指導基本投打技巧。大家記得當初的紅葉棒球隊是用樹枝跟石頭來打棒球的啊，但是現在已經進入到了科技時代，人家都要算那個每個投手的球速，有好的器具，有好的技術，有好的選手，才能夠這個打贏球賽。那我們平常照顧老寶貝但我們也有機會可以來照顧這些小寶貝，讓他們有機會，然後有更多的舞台跟器具，讓期待說台南市我們未來有世界冠軍的產生。我們會非常珍惜這一份的一個資源好好的把它運用在我們的學校以及我們的棒球隊上，讓我們的小朋友的球技能夠更上一層樓。台南有完整的7級棒球體系，從少棒、青少棒、青棒到大學城棒及職棒，都是城市重要的運動資產。也希望透過更多資源投入，提供孩子更完善的訓練環境。台南能夠恢復過去我們的棒球之都，而且也可以把我們過去對於不論是少棒、青棒、城棒這樣的一個所謂基礎培訓的一個過程能夠做得更好。我們在基層棒球的資源非常的少，所以很感謝我們記者協會這樣子媒合，讓我們企業單位投入在我們基層棒球。好，大家來共同挹注資源，好，來贊助我們這個基層的這個棒球的這個活動。好，這個是相當的非常的令人欽佩。參與活動的4支隊伍都展現相當扎實的基本功，顯示台南基層棒球深厚實力。透過與城棒球員近距離交流，不僅讓小球員獲得寶貴經驗，對有志投入基層教練工作的選手而言，也是一場難得的實務交流與傳承體驗。記者周海騰的報道。感謝你收看5月18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楊春懷，咱再會。剛桃只來1天也可以保職災保險嗎？可以。我們不是公司，這樣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職災保險會不會很難啊？一點都不難，可以通過統一超商 iPhone 機台申報，或透過電腦、手機上勞保局官網申報。代為申報特別加保的職業工會也能辦理。繳費完成，保障生效。
實際從事勞動人員也適用於特別加保哦。特別加保真便利，臨時上工好安心。